拿牌时阵也，就是它也会有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它也那个显示出来有你看，你拍久你就会惯势啊，安尼。你用倒一个迄个输入的对话你应该是信望来的。哦 ，OK， 了解。因为我有两套拢有放伫装在那个手机啊内底。哦，爱跳来跳去的对。啊，就有当中有人是用那个教育部的，当然算的。我因为我感觉这个方法袂歹，一开始我存这的时阵啊，我是感觉讲咱拿牌时阵，伊会显示出来，就是提前，就是安怎讲，就是互你看到足侪字。我感觉讲。用算的对。对啊！一开始安尼是较利便嘛，但是迄嘛是原来有互我互我安怎讲，就是因为一直看加深迄个记忆，所以讲敢若我是感觉有嘛是有帮助，毋是敢若为着要拍字是安尼一直看着，互我另外着搁看着其他的字啊，学着学起来较紧安尼。哦，安尼真赞啊！嘿嘿，多谢听众。阿仔。好，大家好早。歹势电话真正读甲困去哦。我有进来了后，我听那个姚文甲我打小报告。我洗菜实在是车了无好吼，车无好势啊，所以一直拢无落读，因为到迄当中足爱困的啊。到尾啊，我拜六礼拜嘛是其实无困好，结果我拜一的时阵，下班的时阵人就艰苦，啊，转来是我就咧困，困到半暝起来，哇，就鼻孔迄只就疼。我知影我感冒，所以我前2天感冒啊。今仔日较好啊啦，我昨昏请假休一天，伫厝诶休一天，啊，所以今仔日应该是好势当来读啊吼。啊，一方面是原来洗菜应该算巧好势啊，应该今仔日要爱困，应该要读甲困去才对。教学真正读甲困去。好，一方面是这读这个，即马咧读1651年3月10号，这是地方会议吼，南区的地方会议，啊，所以这足无聊的一寡人事命令啦吼。咱了未读了，咱甲读个煞吼，咱甲读个了。电话读到倒位？我拄要查。过看啊，好，电话读到遮吼，因这地名用这个拼音的，我嘛无啥个无概念，讲这到底是倒位啦吼，无记啦吼。汉字当然有汉字的优点吼，汉字就是因为形嘛吼，所以伊看较紧啊，好记。比如讲用来做地名、做人名，其实足方便的。啊，但是当然伊嘛有伊个歹处吼，要学汉字，其实迄个成本足悬的吼。你一个人一生头，你想看觅，你对伊从6号、6、7号开始写，学汉字，学到11、2号吼。才勉强讲算，甲要看报纸用到的即个汉字拢学起来安尼吼。其实到小学可能阁有淡薄仔问题，一直要到初中才真正有法度甲所有汉字拢捡起来吼。所以学汉字成本足悬的吼。你若安尼算起来，咱对算6号算到14号好啦，差不多8年。但是你若学拼音字吼，一个囡仔小学1年，差不多第1个月学。我即马讲英语啦吼，26个字母学了后吼，过来伊就有法度家己读字啊吼。当然英语较困难，因为英语的迄个拼音较无规则吼。啊，你若讲是像西班牙语啦吼，还是讲即个台语的白话字或者是罗马教育部罗马字吼，迄种足规则的，所以你学起来了后，差不多所有的字你拢有法度看吼。所以像阮查某囝伫小学差不多1、2年都已经开始拢家己会看字啊吼，免人甲教，伊拢家己去找字来看。好，咱继续读落吼。对托古堡这只吼，这只是托古堡，咱顶回读过啦。对这只后一个这地名念袂出来吼。对，伫这个
波西社吼，卡马达斯伊自将长老提巴东洞迁徙去龙桥，大了后就提用该罐汤，无亲自来出席，但是派伊的仆人叫做迪哥罗拉送迄个罐汤来，因此呢，互上述的科马达斯只敢若继续代为提用该罐汤，一直到伊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好，来是伫卡连的长老叫做提加邦和迪诺多两个人拢亲自来出席，并且拢互因继续来留任。提卡邦伫个龙桥地区是大有威望的人，伫遐一直拢服务诚好吼，因此呢，就赠送伊一套笔记簿。笔记簿这是我记得是英语翻过来了。笔记簿这个啥？对南托斯加党吼，这个翻写啦吼。塔蒂夫亲自来出席，因为伊表现袂歹，搁再互伊留任一年。伫罗比奥长老乌党因为破病，派伊的仆人古里奥送伊的罐汤来，搁再互伊继续留任。对马萨拉罗布，伊是继承个性的长老，伫底做长老的人，带着迄支罐汤，亲自来出席即个地方会议。因此，伫个抗免罗姆爱表现良好了后，就由阮来确认伊来做长老。确认啦，应该是确认伊来做长老吼。那对少年人吼，我想到这样代志。对少年人来讲吼，因为要学台语，其实是用罗马尼学加较方便、加较紧啊、加较快吼。啊，而且你的音会教了较准吼。啊，但是我知影足侪人吼，尤其是有的人吼，你讲你无爱学罗马尼不要紧，有的对罗马尼敢若有冤仇相款吼。讲到罗马尼错干六条呢，真正我拄着即种的啊。讲到罗马尼错干六条，讲意思讲恁即寡人就甲台语害死安尼吼。我想讲，等你嘛较好啊，你是你毋捌半撇的。我无若无看毋着，伊阁是伫学校你教字的吼，实在是诚罕过。当然，伊的理论我有甲看过啦。伊意思是讲，你啊，互囡仔先学会晓讲吼，意思就是讲连字都免啥物教，你啊，互囡仔会晓讲吼。这是确实是无安尼无毋对，就是讲本来学一个语言，就是爱先学会晓讲，啊，学会晓听呢，讲听啊，写字是较慢安尼。啊，但是写字较慢，毋是讲免写，你要学对一种字，即嘛问题就来啊。我拄则讲的汉字。成本遐尼悬吼，台语台语汉字嘛相款嘛，你要学遮侪汉字，台语汉字有诶足侪，根本你一世人捌看过诶，你是要哪？你若无学哪会晓？所以学汉字诶成本太悬啊，学罗马尼足紧，而且音会学了足准吼，合音啦吼，大概叫做合音啦吼，就是你诶音会教了足准吼，啊结果都有人就安尼啊。偏见足重。我今仔日，你走的时阵吼，我就听即个台湾的拉里奥吼，啊听着即个，我拢听台语台啦吼。包括我转去台湾，其实我车嘛拢听台语台吼。啊，当然台语台袂晓啊较侪啊，你会知影台语的即个社会地位足低吼。你无你就去听 AM 啊，无就听，其实。好诶，台语节目其实真正无做啦，应该讲我足罕咧听着。啊，今仔日我听迄个渔业电台吼，渔业电台、渔业电台，我听了伊咧报气象啦吼，比如讲什么用几级风还是几级阴，我袂记几级吼，伊个级吼 KIP 吼，迄个
喙唇啊合起来，即个字读刷喙唇啊合起来，就迄个 P 的意思就是讲你喙唇啊合起来，急吼急。结果伊都袂晓的，伊拢5级、6级，我想讲哇，拜托诶，你伫咧电台安尼报，实在是教歹囡仔大细但是即马哪有人咧注意些吼？嘛有，大家嘛知影讲这臭奶不要紧啊。其实迄用罗马音甲纠正一下，伊就家己就知影啊。这讲起来真心内真艰苦啦。好，咱继续读落啦吼。歹势，我想要下课。来，你讲袂要紧。嘿，就是当你有一个人，伊是去放送讲，即马是几点？毋过伊讲几点，伊就无在讲伊几点。是较准介着，毋过继续拢是一直互伊去放送迄个时间，就是别人嘛无感觉有啥奇怪，以上。这若是华语，我相信足侪人就开始抗议啊！音教咧无准吼，有个人就开始骂。对，啊，讲的是真诶，就是我以前嘛，就是讲我家己应该是准诶，我真认真咧听诶，比如讲工会诶歌啊啥啊，咧学唱台语歌嘛。后来就是接受这台文了后，因为尤其是接受白话字，就到我而遮。我才发觉讲，一寡 N 音还是讲 G 音，我根本就家己就无准。用我就感觉足感动诶，就一直以来，我诶朋友还是讲真些找朋友来忍受着我唱台语歌。大家嘛少体谅哦，拢袂甲你纠正。对。但是呢，我家己就感觉讲，我就因为看有迄字，我就知影讲，这是小就是一点啊，尤其是唱歌，阿公嘛知，因为阿公嘛就会晓唱歌，就搞唱歌，就是迄音就迄旋律就是声就过去，所以讲较无容易互听着嘛，互人听着对。但是我超过伊甲这一字一字我所发现的，我甲纠正了后，我家己会感觉讲我唱起来搁较就是就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就是安尼唱着，就正确安尼，这音就搁较准啊安尼。迄款快乐，我毋知要安怎讲，我家己就上知影。华语有一个词叫做“正疗愈”，就是讲哦，你甲你较早所袂晓或者是发音毋对，一字一字甲改正，甲改正过来吼。其实这是足有成就感吼。读世间吼，你去叫做达成感吼，就有迄种成就感，而且你会感觉你咧成长安尼吼。你会感觉哦，我台语愈讲愈好安尼，你会家己就感受着安尼。所以真正足需要靠罗马字吼，尤其是入声字吼，入声字就是尾流是啥物 K P I T 吼，K P H T 啦吼，这4字，这4字其实我知影足侪少年人吼，真正袂晓念，真正是袂晓诶，伊嘿啊。拢袂晓尤其是若无学过罗马字，敢若看汉字吼，根本就毋知影讲这到底是后壁是 P 还是 H 还是 T 还是迄，真正毋知，学袂念。无就是完全就拢甲规个拢省起来吼，后壁迄拢干省起来。对啊，而且足大，就是自我细汉，就是我嘛有讲过，因为我接受，我感觉讲台文有遮侪，就是起码讲台语的火星文。迄真正是影响咱足侪。最近甲雷开讲的时阵，伊搁搭一张相片互我看，伊讲伊去是个所在遐袂使停车嘛，结果嘛是到几字迄个华文的字安尼，就是但是迄音拢无准啊。伊本来搭互我是咧分享讲敢若趣味，但是我看我即马感觉真叮当，我甲讲，我讲我的心情，我讲就是因为遮会厉害，我台语遮相当个。当然，伊嘛毋是要甲你害啦，主要是伊嘛袂晓写吼，讲实在，伊袂晓写，咱袂晓读。是，但是因为安尼一直传台湾人搁就有手门安尼就是讲感觉安尼种趣味安尼，就会一直传出去。但是我家己的经验是讲，确实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自细汉时阵我就
就是讲，因为咱咧读册，咧学华文的时阵，我真正会就是讲，迄字就是读迄个音，啊，毋则字声字拢袂晓读，真正是安尼。这以后应该有改变的机会了哈。那有迄个真历史的发展吼，我毋知各位有兴趣。我定下咧看迄个有一个姓老仲敬吼，刘仲敬吼，伊讲历史的发展吼，有一寡即个节点吼，节点吼，一寡节点。伫过了即个节点吼，其实你若要搁改变，就已经无可能了吼。啊，所以伫迄个节点的时阵，代志要安怎改变的是迄足关键的。台语的发展是毋是出现讲一个历史的节点，会当讲因为安尼来复兴起来吼，我相信若有迄个节点的出现，都有机会啊。但是迄个节点当时要出现，我毋知吼。好，咱以后再看啦吼。当然，若出现讲实在，对即嘛台湾大部分人是一个足痛苦的过程吼。或者是讲，若要较无痛苦，我有想到一个方法吼。当然，较早我是无赞成，但是我即嘛会赞成，就是讲先杀讲伫台湾杀迄个通用语、杀英语。我记得这是迄个赖清德伊伫较早伫台南市的时阵，伊的政策就是安尼，伊就是杀双语教育，是杀英语甲我记是英语甲华语啦吼，就是。当以后英语是诚做是一种通用语的时阵吼，迄阵再甲华语摕掉，应该是有机会，啊再搁甲台语扣掉。当然这是一个足弯巧的路啦吼。好啦，这以后再有机会再来开讲，咱继续来读吼。伫马拉喀什里长老铁道是一个查某人吼。去年伊派伊的仆人来送罐汤来，今年也无亲自来出席，也无派人来，因此就命令团队 Hans Ohoff 以后要去调查该社缺席的原因，然后按照警方的需要来处理此事。又搁最近听到因被邻舍胁迫的怨言。要调查看讲，这是毋是因缺席的原因？伫比马瓦隆语又搁称作兰吉长老迪巴加罗缺席，无说明任何理由。但是派伊的某的兄弟名叫做Sharo 会送罐汤来，某的兄弟就是叫古啊啦吼。因此呢，搁再互伊继续来留任，但是命令伊将来必须要亲自来地方会议来出席，像所有其他的长老安尼。啊，若无就要收回迄个罐汤，另外选别人来取代伊的位置。附注，托里萨拉以前捌是一个村社，但是现在已经破坏荒废，该社的居民已经迁徙去多索瓦克社。拄则这犯罪讲派因某的兄弟吼，这是直接翻译啦吼，但是这是我个人认为讲这毋是好的翻译吼。好的翻译是讲你对迄个目标语言，就是你要犯罪迄个语言吼，你对迄个目标语言爱有相当的爱了解足彻底吼，然后你爱用迄个语言来表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吼。啊，无你直接翻讲伊某的兄弟哦，听读起来足辛苦的吼。可能原文就是安尼写啦吼，无毋对啦，但是无应该安尼翻啦吼。这是想着事怎讲。好，下咧春社伫个托斯加丹夹国，托斯加丹嘛毋知啥物所在啦吼。卡拉布安也已经破坏荒废，居民散居伫邻近的国社。伫马龙日长老叫做提卡蒂，去年地方会议缺席，所以伊的罐汤已经被团队 Hans Ohoff 来收回。但是伊现在亲自来出席，并且答应要改过自新，
因此搁再交互伊一支新的管汤，入去做该写的长老。伊的同伴名叫做迪高利奥来甲伊免职，因为无来出席地方会议。伫克南加即个社，伊早参与着库果老社和达拉古布社谋杀几个荷兰人的即个代志。等下吼，对注卡第一条来看卖啊，即个凶杀案吼。注卡敢若写讲伫个巴达维亚对一年的即个 VOC 的文件编号吼。我本来想讲伊会写遮较详细的关，好无吼。伫即个卡南加即个社，伊早参与着库果老社甲达拉古布社谋杀几个荷兰人的代志。因此呢，根据所定的合约，因每一年地方会议必须爱炸一只严格的即个提供啦，来交互阮，来做因定错即个标签。长老叫做 Pulivio 无来出席，也无派人来，因此命令团队 Hans Ohoff 爱找机会派人去甲伊调来模拟模论，质问伊缺席的原因，以便阮将来知影讲要如何来对待即寡古老的挑衅者。哦，这挑衅者我阁袂记啊，较早捌测过，毋知要哪翻吼。我无法度翻，表示讲我台语的讲啊，无够程度，无法度翻这台语。挑衅者就是找空找胖的这种的吼。伫高罗老这个社也批发，每一年必须要伫个地方会议交付一只猪，因为因也和咱家社做伙。长老托紧亲自炸的管汤来出席这个地方会议，但是无炸猪来，因此来验理来斥责伊，伊应讲猪还佫伤瘦吼，袂当炸来这个地方会议啦吼。这理由嘛是袂歹，伊佫伤瘦吼，无法度，因为即寡人旧年又佫结明吼，所答应的代志拢无履行啦吼，因此呢。督紧呢，必须要甲伊用漩涡所做的即个无刀啊、袜带、无刀啊啦吼，歹势应该读做无带吼，袂带啦吼，恁的腔口叫袂带吼，叫做无带，用漩涡做的无带吼，是啥物件吼？看无。讲伊必须即个长老啦吼，督紧呢必须要甲伊用漩涡所做的无带，用来当做抵押品来甲留落来，一直到伊甲上述的猪交来为止吼。迄个无带为着即个目的，爱放伫咧团队 Hans Ohoff 遐吼。算你巧，你讲猪伤瘦吼，袂要紧，等你饲甲肥再来吼，物件留落来。拄无来物件无爱行李吼，叫你 iPhone 留落来吼，一只猪毋知偌济吼，应该毋若一支 iPhone， 几啊支 iPhone。伫塔拉戈布斯吼，即个社是含咱家社含高罗老社当做老荷兰人的会上主要的村社。拄则讲到迄个谋杀案吼，因此呢，伫个批发必须要每一年伫个地方会议交来一只大的严格的猪公啦吼。长老 Kinoan 和 Dovi 两个人拢无来，也无派人来，因此呢，命令团队 Hans Ohoff 像上述对咱家社的长老安尼去处理。伫塔里吉迪。长老叫做坦加丹，和旧年相像无来出席，因此将伫适当的时机，甲迄支管汤甲收回，一直到该社有人来地方会议来出席，互人满意，则搁甲管汤交互因。
对卡巴长老叫做索林纳克，也和旧年相像无来出席，因此将如同对台塔利迪，就是历史社安尼来对台因。即个南区地方会议真无互咱人民主就侪人拢袂来对基米社长老叫做帕加里奥，和旧年相像亲自来出席，因此搁再互因继续留任一年。伫帕瓦纳长老叫做铁地，因为推伤派伊的仆人送罐汤来，因为无听讲该社有啥物怨言，因此就互伊继续留任。伫苏文长老叫做铁松代，也派伊的仆人名叫波拉送伊的罐汤来。规说讲伊破病袂当履行，因此呢，搁再互伊继续留任。命令波拉转去讲爱甲伊的主人讲。健康了后，就必须要亲自出席地方会议。大狗社人已经迁徙去苏文社大了关汤进前也已经由传道汉斯奥夫该收回了。对雷利斯长老叫做 Tik 也无来，但是派伊的仆人卡比来，对缺席并无说明充分的理由，因此命令即个卡比。转去爱以阮的名义清楚来甲伊的主人讲，将来健康了后，必须要亲自出席会议。若无明年就要甲伊免职，另外佫选别人来取代伊的位置。伫塔拉拉维亚长老叫做 Tibokololoyan 和迪瓦拉桑两人拢亲自来出席，所以拢互因继续来留任。伫北托斯加丹有南北的款这个是北。长老叫做迪拉万加斯亲自来出席，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另外一个长老叫做卡沃昂，先将伊的官汤交传到汉斯奥霍夫了后，就搬厝去带伫另外一个社咯。因此，该社需要另外选第二个长老，将会由传到汉斯奥霍夫去选派。这个村社以早属伫卑南管辖，现在划归南区地方会议这算台东迄边的啦所以台东你看，台东开发其实足早400年啊，根本400年啊，嘛毋是开发啦，应该是讲迄当阵即个番社部落原住民啊，含外界即个季节都已经足早400年前都有啊对台东其实我是无熟啦我毋知迄边即卖原住民是啥物款除了你所知影迄个看啥物咱较早叫做山地的啦就是迄个高山的原住民以外，平埔的原住民毋知佫有伫无其实我嘛毋知以后有机会去台东或者你熟悉台东，咱再问看觅好，以下这是台东迄边的开始。伫塔迪社长老叫做斯基丹和塔里索两人拢无来，但是派因的仆人送罐汤来，因此顺利命令因转去以后爱甲因的主人讲应该讲的话。伫斯巴兰斯街长老叫做李令，是一个富人人，伊的兄弟名叫做高罗丹。送伊的罐汤来，所以就交互伊一道空眼布，命令伊早转去送互因阿姊。因为该社今年第一次出席地方会议，并且命令即个高罗党讲，虽然因已经完全毋免听从卑南主政者的话，也毋免缴纳任何的税互伊。但是必须爱甲含阮友善的卑南各村社来敦亲睦邻，和平相处，不得含因无故取闹，像以前发生过的安尼。对此，该
科隆多答应要遵行。这个卑南主政者是你讲啥啊？我来看无。好，不要紧啊，伊无鬼说，我嘛毋知吼。我拄则咧读诶时阵想到一字吼，是阮即种老传腔较接讲吼。我应该是讲我较早伫新竹诶，即个听阮乡亲啦吼，听阮竹北乡亲，阮定定安尼讲吼，即个叫做，拄则我拢读做含吼。来，我先查一个大理大书店吼，即个音叫做。等下哦，这个音叫做 KIAU 第七声。所以毋是第七声，应该第一声才对吼。那会无？我是发音都很对。我看，我用鬼蛇，我无用，我用汉字拍讲的。无呢。我先用第一声吼。我毋知伊到底是本调是第一声娇还是娇啦吼，所以发现嘛，只好又看嘛。无，这个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end， 但是我看字词典拢无呢。我看册台语有无？KIAU， 好，这是第一份大理大书店1932年吼。我毋知为虾米我拄则早来无看，我看嘛。1932年大理大书店有写讲，就是套烂啦吼，或者是夹，就是我拄则讲的 end 嘛吼。但是伊写讲，这是台湾南部地方一部分的五音。阮读教是五音，好，教育部书店嘛有收啦吼，加入含吼根语吼参入吼，即种叫做读用教的意思吼，教。好我看嘛，我搁转来看大理大书店，1932年大理大书店。KIAU
哦，有啦吼，我拄则无看到。胶伫倒位啊？胶遮吼，马热鲁胶粉的粉套蓝吼，另外是就是甲吼甲啥物人吼，伊写台湾南部地方一部分使用西拉鲁吼。好，这是五音嘛？我嘛毋知影吼，我自细汉，而且阮足接安尼讲的吼，迄是我后来因为较家己腔口识到足侪吼，较无会安尼讲。我有一回伫即只有听一个住伫伊是住伫什么所在？湾里诶，一个台湾人，我含伊开讲，伊个会讲交吼，我含什么人含交什么人，什么人交什么人吼啊，交伊是安怎交啥吼，伊个会用交吼，我捌听伊讲过。后来我其实足罕咧听别人安尼讲吼。好啦，互恁加捌一字啦，但是即个毋是足接用啦。但是你若听到人讲，你就知影讲哦，这就是我拄则讲的迄种腔口。好来，转来遮吼，看下时间。伫 Dera Park 吼，长老叫做卡瓦隆，因为年老派伊的后生名叫做维德贡，会送罐汤来。阮也交一道空眼布，互即个维德贡，命令伊早转去赠送互伊的老爸，并且甲伊讲像顶头甲即个斯巴兰斯话写的人讲的吼。就是爱甲伊交代为虾米送即道布啦吼。啊，另外佫是拄则有讲的啥物，毋免听从卑南主政者的话吼，毋免垃圾啊，但是吼爱和平相处吼，袂使无故处啦吼。好，再来是打国伫打国有一个长老提利布亲自来出席，也赠送伊一道空眼布，并且命令伊唱上述命令其他卑南社人的代志吼。伫克西林，长老铁布和迪巴卡兹两人拢来出席，也各赠送一道空眼布，并且劝勉因要有良好的表现。下日的春社是伫个达里索一个结国，伫达里索呢，长老提波罗人亲自来出席，因为表现良好，互伊继续留任，并且问伊为虾米家平的君主无亲自来出席即个电会议。家平写啦吼，伊直接用汉字卡维安干吼，家平。伊应讲，因为伊非常惊荷兰人，所以就无来。伫普隆长老迪波隆和旧年烧香亲自来出席，所以就赠送伊两道空眼布，并且搁再互伊继续来留任，因为伊对来往伫个卑南的荷兰人一直拢非常的友善而且伫因的民族中间非常的有威望，真受到尊重。伫普地，长老叫做提瓦利戈和提加里党两个人已经有2年连续无来出席电会议，现在又搁指派伊的仆人，名叫做高万和帕西旺来，对缺席无规说特别的理由，因此这两个人的罐汤拢甲伊收回，并且命令因转去爱甲因的主人讲，因为因无即个较近朋友和属下的责任来出席电会议。即个接近的节我又搁袂记人读啊，我看觅啊。唉，我毋知是年岁大呢，还是安怎吼？一个字啊看三几十遍安尼。get 吼，因读做本条是 get
第8声结吼，所以是结尽哦。因为因无结尽朋友甲属下的责任来出席地方会议，所以将因的权汤收回。不过，如果因有相当的理由，鬼社为虾米来缺席，就会当去麻里麻伦找团导 hands off 鬼社。伊要阮说明了后，就会按照阮的意思来办理。伫嘉宾社长老提萨拉广，迄个外号叫做 Dan Kavianganer， 就是迄个卡比安干人的意思，就是迄个嘉宾人的意思啦吼。长老就是迄个嘉宾人吼。也已经，这个长老呢，也已经有数年派伊的仆人名叫做马莫耶娜送伊的权汤来，因此命令这个马莫耶娜爱以阮的名义，甲伊的主人讲，以后伊必须爱必须爱交佛罗摩萨的其他重要人物当作亲自来电会议来出席，并且表现伊是荷兰人真诚的朋友。若无，阮将会有理由对此大来怀疑，所以明年希望伊一定爱亲自来出席。伫北卡拉罗斯，长老叫做提德迪桑，和旧年相像无来出席，也无派人来，因此命令团导奥霍夫去甲伊的权汤来收回，一直到伊学会晓尊重地方会议规定的命令。伫山地长老叫做提波罗罗样，也已经有即个提波罗罗样即个名，我拄则有读过一遍，共名。拄则迄个是达里所写吼，即个是山地写。长老提波罗罗样也已经有2年无来出席地方会议，因此命令团导奥霍对伊的权汤也爱像对上述的加拉罗斯诺社人安尼来处理。下日的村社是伫个西罗达的结果。西罗达社呢，现在已经破坏荒废，社人已经搬去大白莲和马里马伦来徛起。对塔瓦纳、提达马良无来出席，对北佐提达龙也无来出席，对托宾利、迪瓦利戈斯也无来出席，即寡人和下属其他人相像吼。伊个讲是拢是因为落大雨，所以无法度来出席吼。伫塔加纳兰长老托加无来出席，伫塔拉维、伫山加拉也无来出席，对南伊万加湾。伊万加迪加沃隆也无来出席，对卡萨纳兰迪索果也因为落大雨无来出席，伫大西埃亚迪加沃隆也无来出席，伫马西西迪西亚罗也无来出席，对基加迪拉隆也无来出席，伫北伊万加迪达拉戈多也无来出席，对北埃亚迪达拉戈多也无来出席，对伫即个马隆科罗有一个长老名叫做塔高乌也无来出席。过来是下面的村社是伫个帕基湾结国附近，或者是内底，伫个排湾吼，帕基湾的排湾吼，这个排湾应该就是即马大排湾族啦吼。长老是提巴比和提加里马杜，提巴比派伊的仆人叫做 Vargos 送伊的权汤来，规说讲伊破病，因此甲即个亲自来出席的迪加里马道继续来留任。迪加里马道的仆人不幸被强盗杀死，强盗啦吼，
用刀来刣死。伊的拳汤伫伊的迄个仆人遐，也因此来威胁啦，吼，胖去啊，吼。所以，搁再互伊一支拳汤，并且命令伊将来一定爱谨慎保存。伫山猪门，长老叫做塔拉古毒，和旧年相像即间仔派伊的细汉后生早着拳汤来地方会议，因此将该拳汤收回，等到伊亲自来出席才阁讲。即个社第二个长老死路最近被塔罗底干社人拍死，伊的拳汤以前就伫摩尼瓦伦社收回了。该社应该如何另外选长老将由团到欧霍夫来提供意见？伫索尼瓦，长老叫做提高尼米、提加拉莫迪斯和乌克罗丹，拢已经3年连续无来出席地方会议，因此因的拳汤拢将由团到海斯奥夫收回。并且去清楚来甲因讲收回因的拳汤的理由是啥物，并且讲伫咧因亲自出席地方会议以前，袂阁互因拳汤，也袂承认因是荷兰人的朋友。伫东边伫东斯马基达亚吼，长老叫做提宝贝的拳汤，因为伊个性以前伫摩里摩伦社收回了。因此，该社无人来地方会议，所以咧命令团队推举遴选来任命做长老。伫西边的斯马格达亚哈，长老提萨基诺也已经连续3年无来地方会议出席，因此命令团队奥夫去甲伊的拳汤来收回。如果以前也无收回啦，吼，即马爱收回。伫个萨巴诺尔，长老叫做提波罗罗亚的拳汤，去年已经交还互团队奥霍夫，因为即个社今年和去年拢无来出席地方会议，看起来因对拳汤是无哩要义吼。伫个索巴萨里，长老叫做提波罗罗亚和这个名又搁出现了，和去年相像，今年嘛无来出席，因此要将伊的拳汤收回，直到伊对地方会议更较关心，亲自来领取。对此也命令团队奥霍夫去办理。下日的春社是伫个铁大建哦，大特基哦，东边的山区呢。伫个卡瓦多、提达拉旺和塔贝里朗两人拢亲自来出席，所以拢互因继续留任1年。前上提达拉旺一道空安部，因为伊伫个迄个地区，伊伫个迄个山区一带服务良好。索瓦萨伊已经破坏荒废去。下日的春社是伫个基尼多湾结局内底以及附近，伫个苏多湾又搁称做基尼多湾、东哥多湾或者是阿里多湾，吼，遮尔侪名啦吼，即个所在，反正即个所在叫做苏多湾吼，遮尔侪称呼。长老叫做第三和第八巴。两人拢是俘虏，拢是富人人，拢无来出席地方会议，因为即个社和达罗迪港社人因北大德基社的缘故，这什么意思？安尼看无？现在抑阁和公司咧做对敌。过来是伫塔罗底干塔罗底干毋是大德基吗？大德基是铁大件。塔罗底干呢，长老是
Tamorodo、Tideki 甲 T-Sob 含一个名叫做 Talendo 的俘虏，即寡人因为迄个已经开始的对抗，叫做因为已经开始的对抗大德基人和塔老舍人的战争，所以来和公司对立，因此像上述苏多湾舍人拢无来出席地方会议吼。我咧看对，哇，要记啊！咱紧甲看法都读了，剩6分钟。对苏拉比桑也无人来出席，以前传说讲即个社已经被雷汪社人来烧毁坏去，因社人以后爱搬去住伫其他社咯。关于此事，命令团到奥霍夫以后爱去详细调查。对沙巴吉达人长老叫做 T.C. Volley 和去年甲以前2年相像，拢无来出席。对此命令团到奥霍夫爱和上述其他缺席的村社共款去调查处理即个村社。对沙巴诺长老叫做 T.N. 西南和 T 阿里光和过去2年相像拢无来出席即2个长老名这歹念。阮怀疑讲因社人和咧阮社人动物去甲即个苏拉比桑甲烧，即个苏拉比桑社甲烧掉因此命令团到奥夫去调查，并且按照一般规定，甲因的罐汤拢收回。好，对索诺波罗即个社是伫个乌斯顿帕基湾东百万社附近长老名叫做开亚啦。伊和去年相像拢无来出席，也无派人来，因此爱像其他缺席的村社安尼来处理。伫个阿巴索人社长老叫做提萨高地派伊的仆人，名叫做卡巴罗，会送伊的罐汤来，解释讲因为伊的腿因意外受伤，袂当前来，所以佮再互伊继续留任1年，并且甲伊讲。明年康复了后，必须爱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对于这个 Terra Mimi 上或者是Digolo 亲自来出席，所以佮再互伊继续留任1年。这一切拢是照上述情形办理了后，就互大家伫个这个定院内底小可散步者，即个中间也已经甲桌仔厝好势，甲食物拢摆起哩。因搁再按照即个次序来入座，用饮食来款待因了后，因大部分人拢伫即暗就出发，转去因的村社去咯。长官和伊的随从以及大部分的荷兰人，也着伫即暗转来台湾咯本来伫毋知我伫这是转来台湾好，总算甲即个3月初10号的即个日子读了1651年3月初10。好，咱就无搁读啊搁剩3分钟，看一下笔记。所以嘉义报道嘛安尼讲骄我嘛是讲骄啦虽然那时拢会讲骄我骄伊，伊骄我安尼真诶，即个骄毋是迄个拄则迄个骄所以。拄则迄个第7声的骄是共
错干六交吼，讲妈的意思吼。即我交伊，伊交我吼。即我会记我读大学的时阵安尼讲，结果我一个台南的同窗讲，哇，你讲的那遮粗，我讲这是粗伫倒位？讲那种交，我讲毋是交，这毋是交，这是含什么人的意思吼？所以台南市内是伫副城啦吼，毋捌听过。会无声哦？我毋知呢，应该拢有声吧？有诶人会发的，人就安尼。好，安尼，咱今日读到遮啦吼。天兄兄去业电台，电台你有识个？我突然间我发现讲，你讲起即个业电台，好啦，歹势我去批评着即个播音员，他即少年人伊毋知，我知迄听起来声音足少年的啦吼，迄毋是伊的问题，是无人甲教，所以袂晓。好啦，若有机会甲讲一声迄个级吼，规级方 KIP 吼，迄 P 的音发对就会晓诶，就准啊，足好听，伊声音足好听。可惜讲话臭年代吼。好，安尼咱到遮来关房吼，明仔载咱阁继续来读吼，明仔载是对了，明仔载咱继续来读吼。好。多谢阿官，多谢大家，大家声足欢喜诶。嘿啊，休遮久吼，好，来，再会，我来关房。